南投中兴新村有一间卖臭豆腐的真出名，讲4月底有189个人去食因的臭豆腐甲红茶了后，吐兼流过来发烧。这个检验的结果出来了，确定是食物中毒。店家公布赔偿的办法，只要提供购买证明甲医疗的记录，就会当申请赔偿。但是有受害的民众不满，希望业者就要公开来道歉。 民众不满，希望讲南投中兴新村这间真有名的臭豆腐的店公开会失礼，因为总共有189个人去这间店用餐了后，吐过兼流，严重的发烧，带入病院。卫生局检验的结果确定是去喂到沙门氏杆菌。孩子回家之后马上发病，就是吐、拉，然后发高烧，非常严重。 当时受害民众到这间臭豆腐店，除了点臭豆腐以外，有人搁点红茶，所以讲这个头家认为讲可能是红茶甲边角出问题，就主动提出赔偿办法。受害民众就依照赔偿办法联络业者，结果业者讲到后天。你知道我这一段期间的煎熬吗？我理解这个都是不明理的哈，不理智的，对。心平气和在跟你们说。 189个人集体食物中毒，有真侪人挂急诊，搁带入病院。就算这个头家有诚意要赔偿，要不民众上界希望的是食品的安全会使受到重视。